摄像头有点高啊，确实弄下来。这样行吗？好像差不多。如果他要抢2级的话，我确实抢不过的。EAQ， 我带的多兰之盾和复苏之风应该是。哎，我怎么没学 E？ 我要学 E 的。回收技能了，整个护盾。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先拉一下，我有药的，我可以控制波线。猴子必须得回了，他不回这波要死。他如果踢出来的话，我们就用个药。看下这个防御塔还没有踢，但是他是没交踢吗？哦，踢了，那我们直接提前用药。这个兵线卡在这里，我消耗一下它是可以操作的。炮车能掉吗？炮车掉了，没掉，他开 W 吃经验了。而且我们也不会特别缺蓝，整个互动刷新。现在伤害已经有点小起来了。等一下这2个东西，这线卡在这里很舒服的，补刀我们也是优势了。这波线我们到6级，注意我们的经验条，我们经验条肯定是领先他的，别太急。最后一层法游戏带了，正在呢。闪现骗他的闪，再大招直接撞。他以为我要闪现大啊 ！No No No， 我在等他的闪现。这就是主播的100%石头人的含金量。石头刃就是胜，石头神啊！
吃饼干干嘛？卖了只有5块，我还不如吃个饼干加点蓝多补个刀呢。是的，彗星出肉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彗星出肉，那真的是太酷啦！一套半血啊！其实最好要有条件的话，可以补个黑暗封印。对不了线，推线了，他要受不了了，推线直接越了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，那真的，那真的，那真的太酷了！找他石头人，我石头人跟你说，玩了7把1把没输之前，就是这么离谱。法语，我会出手，别送了好吗？别送了吧。啊！把哥们 W 给挡了。哎呦！追他！我死不了了。螳螂鹰。哎呦 ！QQ 假猴子加速！呼！我操，太 C 啦！这就是主播的石头人的实力吗？这波杀了多少个人？如果你也跟我一样，那真的是……都说了我会出手啊！太 C 了，太 C 了！石头人就是神，懂不懂啊？随便开尾着吧。等下给这大嘴挂个链，他没闪了，给他点一下。一己之力把队友给抬起来了，这波。对啊，直接推线，瞎子都说已经管不了我了。
我们要去塔下折磨这个猴子。用 W 消耗一下。再不回家，下波把他斩杀了。这玩家很烦啊！虽然说能限制咒、限制回血，但是防御塔对我就不是很友好了呀。瞎子他怎么抓我呀？瞎子他抓不了我呀！我这装备他拿头抓我，抓不了我一点。好加速！哥，梅尔，哥，怎么了，老弟？有何要事？你把握大的不会玩游戏了。你是谁？我怎么对你没有印象？大伙记得吗？我已经是全速前进。你不是被暴打的吗？对呀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！我真无语了，他妈12点到了。正在呢。每次12点我都会被挤一下，还好主播比较肉，他妈要不然就被他害死了。根本不是在做了吗？没打。Rampage. Unstoppable. Double kill. Shut down. Enemy double kill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《狂风之力》了。
撞这个尼拉就好了。 Double kill. 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泽拉斯都能找王者了，哎呦，还真是哦。你还别说，还真是哦。OK。 刺透刃，准备出动，我大哥好了。啊，王子干嘛？直接给你粘住，狠狠的粘住，跑不了一点，你就是。 我操！都给卡莎 K 完了，这个 K 头小只，全给你 K 完了。在干嘛？ 那哥们儿，好像有点难跑了呀。尼拉没闪，那哥们儿给你们拿人头，不是让你们去送的呀。 哥们儿，打的伤害有点高呀，劫持伤害也很高呀。 还把大龙打了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 这卡莎打的有点慢呀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快啊，真的是太慢啦！打这么慢呢？早知道不打了，我操，给对面打大龙那个去。
又在干嘛？是的，不亏的呀。给了呗，那就那去干什么？卡莎怎么飞过去了？哎呦，这大嘴真有说法！咱们别急呀、全是 AP 输出啊！我锁链好像也没挂错人啊，挡了1000多啊！不是你真会呀、好像还得再出个魔抗呢，这他妈出护甲没用啊，全是魔法伤害。我以为挂个锁链已经够了，不太够。收到。完了，感觉那波打完要记了，就是这波该走的。你在那里晃什么东西？走啊！哎，别，我人在这儿。大嘴没闪的。喂，点数了。追，1W。一波不了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他有闪现了。
他这波是有闪现的。这波是打出来了一个治疗术嘛？就切这个大嘴。 开大嘴，兄弟们！E3 WQ， 哎，我直接吃果盘，我操！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怎么样？我这果盘吃的，直接就炫果盘。怎么好像还是一波不了呢？有踢是吧 ？OK， 那就拆。 拆不了啊，兄弟！卡莎，拿大人头又送呀！啊，真该死呀！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已经 An 是 ally has been slain. 没兵线，大龙估计得给。螳螂能不能来波抢龙，兄弟？5000、3000、2000。 哥们儿大帽子嘞，该出个魔抗装，他妈太猛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这不好。 The enemy's inhibitor has respawned. 他好了，闪现。正在呢。为什么要点投降呢？搞不懂。
怪，就因为他没打过猴子，有点没有面子嘛，就不来人。拖住他，拖住他！没打赢了。哦 ，nice！ 啊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！再来个 W。要不你打野怪吸点血？大嘴没闪了。他们大嘴是绝对的核心啊，所以我必须得狠狠的黏住他。我的锁链挡了3671，我的冰拳还能减他的伤害，把他秒了。我操，他为什么敢跟你装杯啊？给他宰了呗！可以可以，不亏，宰了就不亏。鸡是哪边鸡？不是我们鸡吧？好的，谁鸡呀？Has been slain. Your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.对面击啦！蓝盾减速，E技能闪现 QW， E技能杀兄弟们！扛着拆吧，直接去啊！太辅助扛一下。别他妈打下一波了，直接去！这都18级了，辅助扛一下就一波了，兄弟！别拖了，别拖了，赶紧一波，3个人够了！快！我们是什么？说话！我们是爷，不是，我们是冠军啊 ！OK， 也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这一把。